了后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见若有肉体的，恁的囝、查某囝要做先知讲话，恁的老人要得到面望，恁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。伫遐个日，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伫罗卜、鲁比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早起是圣灵降日节，咱会当三甲做阵来到圣殿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这时阵，请咱起立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154首，圣诗第154首。同心压头来祈祷，万权能的上帝，你是创造的主宰，你是起头也是落尾。你光合宇宙万物，照时降露雨水，润泽土地，想使阮人类徛起伫地面上，故阮会当管理你所创造的一切。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，阮永远的天父。你有想使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？互阮会当因为伊来得到永远活，愿荣光归主耶稣基督。你有显明救赎的道路，互阮会当通过你伫十字架顶的牺牲甲国活，来得到救赎甲永远的活命。愿荣光归伫圣神上帝，因为你的感动，互阮会当有份伫基督的国活。我将主耶稣的疼放伫阮逐人的心内。互阮会当明捌真道，较无真理。愿一切的荣光甲所有的乌路，拢归伫父子圣神三位一体独一真的上帝。特别今日是圣灵降临节，我要感谢你，赏赐圣神伫阮的中间，做阮的保惠师，保守阮，时时甲阮伫地，用真理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引带阮行伫光明中。当阮有时犯罪，或当心毋敢看上帝的面的时，圣神你悠然用无限的听，用节度，用提醒阮，来引带阮晓悟知罪，认罪悔改，或倒转照上帝真理的正路来行。当阮软弱，心内艰苦，毋知影要安怎祈祷的时，你家己就用袂讲出的吐气来替阮求。上帝就监察阮的心思意念，照上帝的意思，互万行事相合来，互听上帝的人会当得到利益。对安尼，阮就得到安慰甲激励。愿因为安尼，性命也得到充足、甲充实、甲满足。主，阮也要恳求你，透过今日篇牧师的讲道，搁一摆奋兴阮逐人的心，互阮会当有火热的心。以爱传主耶稣救赎的大福音，为主做工，做你大气力的器躯，引带人来明白真理的上帝。阿爸上帝，阮也要感谢你，鼓励阮出外伫龙潭参加灵修会的兄弟，逐人会当照你的意思领受你的话语，诚做帮赞，阮会当搁较认捌你。主，阮的兄弟中间。也有人心神软正，身体欠安，无法度甲阮三甲做阵来圣殿敬拜你的。恳求你纪念因，甲因三同行，
用你的疼帮赞安慰扶持因，互因倚靠你得到坚定徛在。祝愿安尼祈祷无够额，就照主耶稣的教示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相信阮平安。这是三甲来启用，启文第35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弟来印。启文35篇，以赛亚书第55章。既然恁喙焦下，就来就群水。来啊，毋免银，毋免价钱。恁啥事开费钱买迄个袂食得的物？恁着留心听我，就会食迄个好物。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。归往耶和华，伊要怜悯伊。耶和华讲：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，因为天怎样较悬低的，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。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，也无顾倒转。予野种的有种子。我的喙所讲出的话，也要安尼，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。恁出去要欢欢喜喜，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声唱歌。像白树发生来替草刺，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记号。三搭过来吟诗，俄罗上帝圣诗第160首，圣诗第160首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
请坐。这时，咱要请西罗亚诗班带咱来敬拜上帝。因今日所要吟的诗是：我要坚信到永远，我要坚信到永远。感谢西罗亚诗班用诗歌带咱来敬拜，提醒咱无论拄到什么款的艰难，也是忧闷，咱就爱保持坚信的信心，愿圣神帮助咱。今早起咱所要读的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到12节。哥林多前书12章第7节到12节。伫咱座位头前有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，是记载伫266面；若是台语汉语本，是记载伫196面。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，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7节。若是信心的显明，是赏赐达人，却利益众人。因为有的对神用智慧的话予伊，为照即个神用财物的话予伊；搁有的人伫即个神用信予伊，有的伫即个神用医病的恩赐予伊，有的予伊会行各样的权能，有的予伊做先知，有的予伊会分别这个神，搁有的予伊会讲逐样的音语，有的予伊会翻译逐样的音语。这个拢是亲像一个神所施行的，照伊所爱的随样分予众人。因为亲像是身躯是一个，也有侪侪体，各身躯的体虽然侪，拢是一个身躯。基督也是安尼。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照安尼去行的人。今日早起，咱所敬听的篇牧师，伊要带来的信息题目是：互人得利益的圣神，互人得利益的圣神。请咱恭敬来领受。请咱做伙同心祈祷。当阮的天父上帝主，阮满心感谢你，你是施恩怜悯的上帝。当今是圣神降临者，主啊，恳求你圣神降临伫阮兄弟姊妹中间。阮领受上帝话，圣神伫阮生命中间，帮助阮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愿意传福音的生活，愿意互主来使用，得到各种的恩赐来服侍教会，利益的众人。主啊，有当时阮所做欠缺无够的时阵，愿你来补足，圣神来提醒阮。互阮诚做一个愿意分别做圣，伫这幕后世代诚做光，诚做盐。祝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今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时常咱就讲到信父上帝、信囝耶稣、信神的。每一个教会、每一个教派，可能对圣神的了解。甚至咱每一个会友甲圣神的关系怎样，可能拢差真济。
但是咧，有当时咱亲像拄仔咱唱诗歌第一条，咱唱圣性的歌的时，有当时无啥识，因为喊得唱。对圣性的了解，咱只有看圣经，敢有真正有体会上帝圣性大能溃烂的同在嘛？真侪基督徒是用圣经在批判别人，因为读圣经的时，上帝话，敢若是对别人讲，毋是对家己讲。那像就法利赛人共款，法利赛人虽然有读圣经，但是伫读圣经的中间，是在批判别人。有圣经，但是无信心。有当时伫活伫家己的世界中间，圣经真重要，但是无活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有一个人伫灵修，伊讲：牧师，我真拍拼灵修呢，但是伫灵修的中间，敢若无滋味啊。读几啊遍，因为无邀请圣神入去伊的心内，圣经的话语袂当帮助伊。读圣经时无啥物启示。无啥物感动，无得到安慰、造就、宽勉。所以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来拍开心门，互圣神邀请圣神入去阮的心内。我时常讲一个譬如，早起的时，咱拄着讲有食饱无？有无？有。啊，有人讲，有食饱就是有食饱，你有感受到食饱无？有啊。啊，有人问基督徒，你有信心充满无？在怀疑呢？你应该互信心充满，你应该体会到、感受到信心同在，你感受迄个滋味。咱基督徒对这三一上帝信心，有当时咱无啥了解，因为咱甲信心无亲密的交陪，无感受到伊伫咱生命中间帮助咱生命。真侪青少年，啊，是几啊代基督徒，因是种欣赏遐第一代基督徒讲啊，因遮信主的过程中间，经验到上帝圣神的医治，可能眼睛得到医治，可能代志得到解决，一真奇妙生涯技术。这几啊代基督徒就讲，我真欣赏呢。我敢若无体会上帝同在，我无经验到这生涯技术。但是呢，我想要请教讲，啊，你有领受信心无？你若有领受信心，你应该知影信心这伟大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帮助你、提起你。伫《使徒行传》19章第1节到第2节讲到，使徒经过迄个所在，到伫以弗所。这保罗经过迄个所在，到伫以弗所时，拄着这约翰的学生，伊就问讲：伫单位中间讲，你相信这物件？你相信耶稣？啊，你有领受信心无？因讲因只有领受悔改洗，无领受信心。保罗甲有讲：无要紧，恁着悔改就好，恁着领洗就好。毋免领受信心吗？无，保罗就欢手，信心就降临伫因的生命中间。所以信心对咱讲真重要。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爱领受信心的充满。初代教会的基督徒，当主耶稣上天，伊就应允有信心降临伫因的生命中间，因就伫遐听候。然后因领受信心充满，咱诚做基督徒，咱必须爱领受信心的充满。其他宗教咧，因看这神会惊吓、敬畏，伊会敬拜。但是咱基督徒诶，咱甲其他宗教无共款。主耶稣门徒过去，甲主耶稣做伙，主耶稣困伫因诶边仔。因做伙坐船，主耶稣伫你身躯边。当主耶稣上天了后，信心踮伫你心内，踮伫因的心内，因身体要成做信心的殿。
遮尔伟大的上帝，怎样入去咱的生命中间，甲咱徛做伙？伊就是咱来拍开心门，讲主啊，真爱信心啊，求你充满我。信心要充满我，毋是咱的好，也是毋是咱的歹。你讲，什么人会当互信心充满？你的学历真好吗？你的智慧真悬吗？你的社会地位，你有财富吗？毋是，是你爱拍开心门，真单纯甲信心来恳求。路加福音11章，路加福音11章13节所在。伫遮提醒，咱的天父上帝看咱是囝儿同款，伊敢会摕上好的物仔互咱嘛？信心，咱来恳求的是信心，上帝用这信心手术伫咱充满伫咱生命中间，毋是讲你做甲真好，毋是你信主偌久，有一个人佫有怀疑讲啊，因为信主较久的信心才充满，毋是安尼。只要拍开你的心门，你甲上帝求，信心会充满伫你的生命中间。你甲上帝求，咱的天父上帝敢会将上好的物仔信心互你嘛？会啊！咱需要信心充满，咱的生命才会当改变。咱读圣经时，才有上帝启示、上帝开达伫咱生命中间。但是咱互信心充满了后咧。咱信耶稣，咱认罪悔改，咱洗礼，然后就天堂，然后咱在这世间的是信心充满，然后就天堂，安尼就了吗？绝对毋是。咱每一个基督徒互信心充满了后，咱应该欢喜来服侍。今日教会紧甲运动有，就是无得奉主耶稣名无官兵。咱必须要邀请信心，咱若愿意服侍，你有需要信心。咱基督徒毋是只有领洗礼、信主耶稣、听人听上帝，咱必须要服侍。你若需要服侍，你就必须要有温书。有一个人讲，毋免温书啊，我逐工过日子真好，听人听上帝，也着逐工过日子。毋是啊，我听一个牧师甲我分享。讲伊咧赶过时，接到一通电话，啊，这个人伊需要头房的祈祷，赶过祈祷。伊去看医生，伊爸母甲这牧师讲，伊看这医生真辛苦，挂倒一科拢无效果。伊亲戚是这基督徒，就邀请伊到伫教会中间。这牧师就替这人祈祷，伫祈祷中间。这牧师用方言祈祷，就是灵语的祈祷。灵语的祈祷、方言祈祷是向上帝。当祈祷中间，上帝将这启示、解答的方法，甚至在祈祷中间，哪祈祷这牧师愈来愈有信心，嘛愈有气力，那魔鬼就愈惊吓，就对这人生命中间出去。这牧师在分享讲，若是无温书。可能爱赶足久的，赶袂出去。若无温书，可能好势无啥物果效。我时常拄着一寡基督徒，因对属灵温书无了解。尤其是对我教会，我相信咱爱对这一寡转变。其他的教派是温书真济，但是温书无照上帝处事，无照真理去行，会混乱啦。那丢了教会咧？无温书，所以嘛无其他问题发生。但是这是咱爱平衡，咱爱有温书，照着上帝处事去行，毋是拢无温书。哥林多教会，咱拢知影因有温书无？真济人无共款温书真济。你去看哥林多教会、哥林多前书遐教会温书真济，但是因无听信。大家有温书了后，互相比较。哦，你替人祈祷，你预备祈祷，你有预备温书，你替人祈祷，你医好10个人、9个人，哇！啊，你只有3个啊，我的温书较强。因伫比较到煞尾无听信，失去了原地听信，
虽然有温数，但是呢，互信心担忧啊。所以保罗提醒因讲：恁爱有疼心。哥林多前书13章讲：恁着爱有疼。你服侍无疼是无效的。但是咱长老教会，我相信咱爱平衡，咱爱有温数，照着上帝话有处处来服侍。但是咱无温数，要哪有服侍？我看到有些小朋友在拍电动的时啊，我讲啊，你哪会晓拍电动？这不是日文的吗？啊，你也看有？这细囝为着拍电动安怎？顶头写的日文拢看有啊。这韩国话你也会晓，拼性命去学，因为为着安怎拍电动。伫咱中间，你有信心的温数的人，请你举手。感谢上帝，少啊，少就是大问题啊。哥林多教会是温数太济，混乱、比较、批评，咱教会若无温数就害啊。小朋友因为拍电动、拼性命、学英文、学日文，咱应该服侍，应该需要温数吧？你感觉无需要，可能就有问题啊，因为你无伫服侍。服侍毋是咱的一般服侍尔，伫幕后世代，咱入去属灵真殿顶头，咱必须爱互信心充满，有属灵来的温数，属灵的温数来帮助教会有突破，帮助咱的会友透过互相的服侍中间彼此来起造，咱会当求信心充满，温数毋是为着家己，为着别人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的所在，讲追求爱羡慕这什么属灵的温数。属灵的温数是互正人得到利益，互正人得到利益的物件，为什么你无求呢？你为什么无温数呢？这是咱爱所反省的所在。温数信心显明伫每一个心上，就是要互人得到利益。但是咱就看到这世代，因是这样有温数了后，就骄傲。当咱这人拢无温数的时，咱可能袂骄傲；但是有温数的教会，可能会骄傲起来；有温数的牧者，可能啦，大家讲，你祈祷遮尔有效果，替人医病，当得到医治头棒，病得到好。哇！这有当时会互人骄傲起来。若无行好，若无谦卑伫信心的内面，念伊就骄傲，念伊就败坏。我看者真济这好的牧者，真有温数，真有温故，真有信心来开啦。但是袂记上帝提醒，坠落犯罪，得到教会受到损害。但是呢，这不代表咱就无应该较无温数。圣经提醒哥林多的教会是温数，保罗提醒讲爱谨慎，爱较无属灵的温数，尤其是先知的讲道。先知的讲道就是要服侍正人，互大家听有上帝的意思。原文是讲语言啊，伊毋是讲方言，毋是讲灵语，是讲咱会当听有，会当对上帝信息来启示，会当起造教会，提起教会，改变教会话，上帝信息来的话。咱的教会中间嘛有即款亿万的营会，就是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的营会。在新创造的人营会中间，咱才请这先知性的这牧者来为阮祈祷。在祈祷中间，我听到真侪人伫遐流目屎，因为伊的心互上帝信心来感动，所讲出的话就是伊从来毋捌甲人讲过这话。当这牧师为祈祷的时，伊感受到上帝了解伊的心啊。这代志可能稳重伫伊生命中间40冬、50冬，甚至20冬，拢无人知影。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信心知影，透过这服侍人为你祈祷，有人的心就得到透放，受到安慰、造就、宽勉。
先知性的话讲出去，伊领受了，伊生命完全无同款的改变。当伊伫老百姓中间，伊知影上帝拢知影伊的心思意念，伊的困难。伫祈祷的中间，即宴会中间，嘛领受信心的充满。所以我毋望咱的兄弟姊妹，你若还未领受信心的人，你爱追求，你爱较无信心。你若有信心充满的人，你必须爱领受信心的温书来服侍。若无温书，要怎样来服侍？咱看清朝有一个叫义和团，因讲清倒我拢毋惊，我知影我真厉害。等冲出去的时，清子啪一下倒啊！伫幕后的世代嘛是同款。你讲我有疼心，我热心要服侍上帝。你无温书，你入去属灵经济，你同款倒。你若无我靠信心的规律，你是用你的火气来，用你的肉体来服侍。你无去属灵内面领受这温书，你就去属灵的征战，你无得战赢，因为你无这工具，你无这温书，会当抵抗魔鬼撒旦的攻击。咱必须爱较无信心充满，然后互信心显明，帮助咱得到无共款的温书，落服侍教会兄弟姊妹，甚至服侍遐还未信主的。拄啊，咱所读经文中间有讲到这温书，那个一个图表。拄啊，咱读经文中间有9种的属灵的温书，这种9种的属灵温书有分做3项。头一项语言性的温书，讲灵语、梵灵语、先知性的讲道，原本就讲语言啊。启示性的温书、知识的温书、智慧的温书、分别这神的温书，过来能力的温书、预备行权灵、信心的温书。这9种属灵温书，你要去克服。这种温书是要互咱来服侍教会。我前捌参加一个报道会，伫报道会中间，这讲员是这先知性温书的人，有先知温书的人，伊徛伫台仔顶，为着遐报道友，伊邀请每一个报道友来到报道会头前徛，伊就一个祈祷，祈祷的内容可能是因过去的痛苦。可能讲到未来的代志，但每一项代志伫讲的时，就刺插这无道友心，用伫遐哭。每一个人来到台前，这个启示性的话，入去因的生命中间，伊伫遐流目屎，受到圣心的感动。讲完就邀请伊讲：你要信耶稣无？哇，真侪人拢要信，剩2个还要信的。其他有传福音文书的。知影因还未完全相信，佮怀疑，都徛伫因的边仔，邀请因坐落来，继续甲因传福音呢。教会需要无共款温书的人互相帮助。你不只是需要一项的温书，可能信心互咱无共款的温书，甚至互你3种、4种、5种属灵的温书。但是呢，毋通比较。哥林多前书12章在所在，讲这个拢是圣性运行，随着家己的意思，互这证人。圣性的温书，毋是你求伊就互你，但是你恳求伊照伊的意思互你。所以毋通比较，为什么伊祈祷遮尔有气力？为什么伊看到异象，伊要讲方言？为什么伊会当这个先知性的温书？毋通比较，你会当克服。毋通比较，因为这是信心的主权。有当时咱看到有温书的人，互人欣赏，甚至有人怨妒啊，这个人伊黑白祈祷啦，伊看到人祈祷有功效，就开始做一寡阴暗话。这毋是咱应该有的心态，咱来羡慕较无
然后互相帮赞、互相尊重，因为这毋是伊家己用家己快乐，毋是伊真有钱，也毋是有啥物财经社会地位下入，是圣神照着伊意思互伊的，嘛毋是用钱买。这是圣神照着意思，互咱人无共款，基督徒无共款的温数。但是呢，咱若要较无什么款的温数，更较重要，你是爱较无会当造就教会温数。哥林多前书14章12节的所在，咱宣布这属灵温数，但是更较重要的就是爱造就教会温数。讲灵语、讲方言是对上帝讲造就家己，但是要造就正人，更较需要就是还方言、还灵语的人。真侪人会晓讲方言、讲灵语，但是会当翻译灵语、方言人少。伫公开的时来讲方言，若无人翻译，就无法度造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所以咱在追求，你来较无这真好，你来较无会当造就教会这属灵的温数，就是会当帮赞别人的温数。毋是讲真侪温数的人，伊性命就真好，表示伊真伟大、真虔诚、信仰都无问题，毋是安尼。甚至有的会友误会讲信主可能爱真久才有温数，毋是。保罗有讲灵语方言的温数，但是咱看到伊真侪温数伫伊的生命中间。最近咱就看到一个新闻，新闻中间咱看到有一个牧师在赶鬼，伫透房祈祷的中间，虽然这个报道只有3分钟，咱袂当讲伤济，袂当对这3分钟会当了解真济。你知影新闻记者毋是基督徒啊？伊咧报道这中间，伊对这嘛无了解。照着家己的意思来解释，甚至我看了3分钟了，我嘛袂当做任何的评断。但是我有听到这个牧师讲一句话，伊讲啊，伊装一个电子仪器、心率器伫这个亲人的身体，啊，看伊跳偌紧，那知影伊跳足紧着哦，跳到190几个，伊感觉讲这毋是假的，这毋是假的。但是你知影无？保罗敢有需要安尼做？保罗毋免啊。咱需要属灵的温数，咱毋是用科学来证明伊是有互鬼附身无，互魔鬼搅了无。咱都是有这分别这神的温数的人，就知影这是真的假的。啊是伊是真实的发射尔，有人祈祷了就这样敢若写成彰显出来，毋是呢？你爱看，可能是真实的问题。要安怎知影？你若有这分别这神的这款温数，就是辨别主灵的恩赐的这种人，伊就知影这内底是假真的，是故附身，还是讲伊的真实的问题啊？你若有时间，你会看《使徒行传》16章的所在，讲保罗伫遐传福音的时阵啊，有一个婢女，这婢女伫遐喊话讲：这人是至关上帝的奴仆，因对你传讲上帝救人福音。伊伫遐喊话，伫遐话，你知影保罗感受到安怎？你若听到有人伫遐话，伊讲的内容是对啊，毋对？对啊。这人是至关上帝奴仆，因伫传救人的福音嘛，是无毋对呢？但是保罗感觉真骄了，真了乱意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有一个温数，分别这神的温数，辨别主灵的恩赐。伊知影伊内底是安怎？是鬼呢？虽然伊讲的是对，但是伊内底的灵是毋对的。所以保罗伫遐感觉真骄了，就奉主耶稣名叫出去。这女婢，伊是互这扑怪的灵，伊会晓算命、算啥物件，互这主人得到财力。你看这是有问题对无？这是鬼附身。但是呢，
保罗知吗？保罗哪只有听伊讲，哦，你是至关上帝的罗卜，你咧传讲这传救人福音，内容无毋对啊，但是内底灵是毋对的，所以保罗感觉真骄了，就奉主耶稣名叫魔鬼撒旦离开这查某囡仔所在。啊，你若无即款温数，你是要怎赶？你赶真久，阁无效果。即幕后的世代需要信心、属灵的温数。你若无得服侍，你有感觉无需要嘛？就是因为这个世代有即款的需要，主耶稣的时代到即卖时代，拢应该是同款有即款的需要。咱看保罗的生命中间有真侪属灵温数。除了我讲的，伊遐讲方言，伊讲我讲方言，我讲这灵语比正人更侪。佮讲到这《使徒行传》19章的所在，11、19、12，你去看，保罗行了这神迹奇事真侪，甚至有人将这保罗所穿的衫放伫病人的身躯，伊就病就得着好。你看，保罗不只是会当真贤教导，伊圣经真了解，伊是个教师，伊是个使徒，伊晓讲方言，伊晓医病赶鬼，而且伊会行关灵。你看伊几项文书，但是这文书信心为什么要互伊遮尔济文书？就是要去服侍。你莫想讲我有真济文书，所以我生活爱过真好。哇，有这文书，大家真诚实，我从崇拜我，什么资源拢来我遮。毋是安尼。你看保罗有真济文书，但是魔鬼撒旦的攻击嘛真强。伊每一届服侍，甚至服侍中间，时常受到这犹太人的搅扰，这捆绑、受逼迫，关伫家内底。文书愈大的人是魔鬼愈所要攻击对象啊！这种人，咱咧替伊带倒。但是咱拢无文书的人，可能嘛毋是上帝意思。咱甲上帝求，你若无求，可能你无。保罗有真济文书，有这文书就是要服侍，有这文膏信心伫伊生命中间，这个稳定就是要服侍正人。伫保罗生命中间的这文书，毋是互伊得到财力，是为主陪伊的世界、伊的生命。但是有这文书，咱教会若有一天，咱有真济这文书，咱来合伫主耶稣基督内面。第三项就讲到文书应该合伫主耶稣基督，在主耶稣的内面合意。只有一个人有完全的文书，每一项文书伊拢有，伊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保罗嘛无完全的文书，毋是什么文书，虽然伊有真济文书，但是毋是讲伊有真什么文书拢有，伊就彼此感觉伊需要。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所在，讲到有真济肢体，肢体中间身躯只有一个啊。你若拢是目睭，拢是耳孔，有即种人无？只有目睭，无耳孔，无鼻仔，无骹无手，要怎行咯？属灵的文书嘛是同款，属灵的文书中间伫合意中间，每一项发挥伊的文书，但是同一个体，应该是信心加做因的主人，听探信心的命令来服侍。你若有无共款的文书，是爱互相合意，伫主耶稣的内面，互主来使用，听主的声。哥林多前书12章27、29、28节中间，嘛就伫遐提起，恁就是基督的身躯，你是互相做一肢体。上帝设立教会，第一有使徒，第二先知，第三教师，第四行关灵，过来是预备文书、帮赞的文书、治理的文书、讲灵语的文书。这样讲到真济文书，但是讲咱参像一个身体，一个身体无共的机体，是连做伙、合意做伙，安尼去真正，才会当互上帝欢喜，才有气力，才会当突破魔鬼撒旦的捆绑。
咱看一个军队，有陆军、海军、空军，对无？伊是听什么人的？总司令的啊。那这三个军队照家己意思去拍，无一定会赢。咱爱听谈上帝声，信心互咱无共款的温数。虽然教会咱即摆还无遮尔济温数，但是咱有较无，你互信心充满，信心会互咱无共款的温数。但是我爱提醒，当咱有遮温数时，咱爱彼此合一伫上帝内面，彼此合一伫信心的内面，互信心来咱出声。咱来听信心的声，才会当合意，合伫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意来起造教会。保罗是使徒，伊需要无共款文书的人参与伫咧服侍中间。咱来看《使徒行传》13章的所在，《使徒行传》13章的所在，伫安提阿教会，伫遮有讲到几个先知哦，毋是一个哦，几个先知，阁有教师。个保罗甲其他遮个人，因在创啥？敬正祈祷，敬正祈祷，敬正祈祷，祈求上帝心意，彼此来服侍。你知影当咧敬正祈祷的是信心有讲话无？有无？你看圣经啊，圣经写有啊。信心讲话了，什么人头一个听到？你想看觅？当然是先知先听到。先知听到，然后甲因讲，信心的意思是安尼，爱精选巴拿巴、扫罗，就是保罗去传主的福音啊。教师讲咧，教师讲对，这是上帝心意，你的话讲啊无毋对。使徒呢，使徒就领受信心的差派去传福音，但是你也想看觅哦，那这10经文中间无这几个先知。只有这使徒伫遐敬正祈祷，同心合祈祷，因祈祷到腹肚真枵，阁无听到上帝话，然后离开迄个所在，心内底安怎？感觉枵意，感觉痛苦，感觉失志，感觉上帝拢无出声，其实上帝有出声。做先知的人，就是爱操练。知影上帝意思，真清楚听到上帝声。我相信伫这则经文中间，先知因听到上帝声，因讲信心讲，你爱差派什么人？巴拿巴甲扫罗去呢？就是保罗出去，因着花手伫咧性命中间差派因出去。使徒甲我讲，使徒保罗讲，甲我讲，我无爱去。无啊，伊顺探信心的引带带领。这是保罗第一届宣教旅行中间的开始，但是即摆教会毋是啊，讨论理性的讨论，无伫信心内底祈祷，开会，无信心来感动启示领受，咱就爱传福音，但是无一个方向，嘛毋来裁派什么人，因为无先知性的人。咱只有关伫房间内底，但是无信心同在，无什么文书，所以只好照着家己意思，较大声的人讲话赢。但是呢，毋是啊，咱看到这个团队内面，先知真清楚领受，保罗嘛愿意，伊是使徒哦。我相信这几个中间，伊是上界有属灵文书的人，伊嘛含糊这先知所讲的，对，你讲的是对。我领受信心的差派，因为我祈祷吧，我受信心的差派，当我要出去。教会原本是安尼，但是咱失去咱属灵文书，咱无信心的话，咱只有行伫家己的想象方法来处理，有当时咱失去了上帝恩典啊。但兄弟姊妹啊，你若愿意服侍，你爱互信心充满。咱当领受无共款的恩赐，落服侍主，互上帝信心来引带咱行头前路站，为着主做水果美好的工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伫天父上帝主，阮满心感谢落你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有当时你已经应允信心要降临伫阮生命中间，阮来听候，阮来脚步信心的充满。主啊，求你改变阮的心，拍开阮心门，会当呼求阿爸爸啊！求你信心保护师来到阮生命中间，互阮会当领受你的充满，改变阮的生命，互阮领受无共款的恩赐，为主来做工。求你赦免阮的罪，有当时阮骄傲，只有听家己的声，却无听信心的声。只有抓做家己的意见，才做是上好的、上赞的。但是主啊，透过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阮知影，阮咧谦卑，阮家己，互主你来引带带领，但阮要开阮的心门，领受信心的充满。求你信心来到阮的生命中间，搁一摆起造阮的生命。互阮的兄弟姊妹领受无共款的恩赐，来起造荣耀的教会、团婚的教会、基督的教会，有上帝官兵带领开来教会。大家是信心降临者，拄啊，阮牺牲，阮脚步的信心来到阮的中间。搁一摆复兴圣灵教会，互阮袂当每一项领受无共款恩赐，互相欣赏，互相帮赞。来，互上帝教会得到荣耀，互主耶稣名得到荣光，奉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起立来吟诗，回应上帝听圣诗第158首，恳求圣神降临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、圣神的同在，主耶稣怜悯疼叹，帮咱阮每一个人行伫上帝道路面前。愿上帝你来服侍帮咱，头帮阮，真做一个愿意服侍、虔诚祈祷、传福音的囝儿。愿上帝祝福帮咱，施恩怜悯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